泡泡玛特这款红仔讲，大家收成买2024年全世界销售额讲超过新台币500亿，也为去年开始就真侪收藏家发现讲，可能厝内这款的红仔呢有真高的臭味，甚至可能2-3档犹阁有味。这个仪器就提出来测，发现讲伊价钱超过标准，烦恼讲会有致癌的风险。针对民众的质疑，业者是回应讲，因的产品拢是经过严格审核甲检验，无问题。 出席活动，卡棒顶悬吊规罐 Cry Baby。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真爱潮流品牌 Pop Mart 的红仔，真紧着掀起风潮。伫咧台湾，嘛，互大家人抢来买。 无论是经典款也是限定款，真侪民众拢抢咧买，放伫咧厝内收藏。不过，为去年开始，就有袂少的收藏家发现，放伫咧厝内 Pop Mart 有一个味真高。有中国网友就摕仪器来做检测，发现价钱竟然超标。 民众惊一条红仔拢已经拆开一礼拜，价钱阁愈来愈高。其他的收藏家类似财情嘛袂少。Pop Mart 内底上经典的蜡布布，主要的材料是塑胶 PVC， 若是温度高就会产生变化分解，所以伫咧制作的时需要加安定剂，其中包含重金属。若外因的小钢擦有关防腐、关毒性甲咬样的特性，抹擦的工人甚至就要挂防毒面具或者是喙暗，难免会互人烦恼，对身体造成伤害。 立方米到达0.1毫克的时候，也许就会闻到有一些异味；到达0.5的时候，可能就开始会有眼睛的一些刺激，比如说眼睛会不自主的流眼泪，眼睛会痛、干咳、胸闷。长期接触到甲醛的话，它是会增加致癌的风险。对这，业者紧急发出声明，强调所有产品拢是照政府的相关法规来办理进口，嘛经过严格审核甲检验证书，产品无问题，希望会当挽回消费者的信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